情人節梗係鋸扒啦！今日預備有出高不真係 H 嘅牛柳俾大家。今次我哋會用到就葉嘅椰菜。牛扒方面，我哋用咗黑松露嘅牛油 ，age 咗12日，每一啖都會有陣陣嘅黑松露味道。就葉嘅椰菜食起嚟會比較甘甜。呢個就係我嘅情人節主菜。